住先，5個人，1、2、3、4、5，5個喺呢一度，3分線入邊，另外嗰邊1、2、3、4，好簡單個 rules， 你會由5打4開始，每一次進攻你會減一個人，呢5個打過嚟，上籃嗰個直接走開，然後呢4個打過去4打4，上籃嗰個走開，4打3翻嚟上籃走開，3打3過去上籃走開。OK， 咁你有一隊會4個，一隊5個，多打少，然後你就變咗 level 4打4，然後慢慢遞減落去，得唔得？做到最後去到2打1，然之後1打1完，去到1打1個 part 完。OK， 飛機 Timmy， 然後Kip 之後加埋Sean， 就咁，你哋4個，剩低嗰邊你哋4個，有冇新片出嚟玩一玩啊？你繼續啊！加落心心啊！你繼續。好簡單啫，唔好拍波，攞到籃板，揾歐力 ，OK， 揾完歐力揾自尋，做翻前面啲練習。佢落太深嘅出聲，叫佢見翻位，我俾個波跟住做突擊。好啦，如果兩邊箭頭你見唔到，譬如咁，我攞籃板，我推得最快，咁我就帶波去邊線，等中間隊友做側邊，唔好喺中間做大波啊！你永遠帶波都要去側邊 ，OK？ 你呢樣打成點啊？喂，小麗嗰邊可以掉板出發，
打翻翻你人，你打自己眼。第一樣嘢 in game 啦，你當你4個人打3個，4個人打3個，你一定正常我哋手波一定係保護禁區先係咪？所以你一定會有一個情況係轉完邊之後佢會空晒，啱唔啱 ？in game 射波可以接受，但係喺而家呢一 part 我哋做緊多打少喎。你嘗試帶波係咪會有人過嚟做協防啊？求其一個人協防，你唔知邊個，總之會有人協防。協防完你咪會有一啲插入去分波嘅機會咯。前面練習嘅嘢。咁所以多打少，唔好無啦啦走去射個3分啦。而家人哋都冇後冚嘅防守，你 keep 住都係多打少，然後你真係射3分，咁人哋嘅目標咪達成咗咯？係咪？好啦，然之後去到3打3嗰一 part， 喂3打3，你而家冇後冚啊，你絕對冇多打少，一定係你冇多打少，我哋要打咩啊？打 close out， 佢 cut in， 上次講過，佢 cut in， 你個機會喺邊度嚟？我而家快速咁衝上嚟，佢喺邊度嚟啊 ？cycle 收呢一個 angle 上嚟，咁佢就會失平衡。失平衡，無論我直接 drive 又好，定你前面練嘅 jet and go 鏟呢一邊都好，都會係機會。所以個 timing 係我接波，佢衝上嚟，然後 boom， 我突然間 attack 佢，睇下佢邊嘅空間 spacing 大啲，我就去打邊一邊，而唔係我攞到波停低，好，然後 two man game。好啦，跟住再嚟。去到人哋防守真係好好，譬如咁，飛機，然後跟住加埋阿 Keith， 然後加埋阿 Sean one on one， 未必真係打得開嘅。你對到 Timmy， 咁你咪 two man game 咯。我俾波 cut in 唔 work， 佢太快，我追唔到。好，我咪直接帶埋佢去做擋，然後 go screen， 之前練嘅嘢嚟㗎 ，OK？ 得啦喎，考完啦喎，再嚟啦喎 ，let's go， 嚟啦，加我，嚟啦，嚟啦！一樣，都係嗰隊開。你想打你新鮮得轉嚟有正餐先，加翻嚟。加錢。咁晒啦飛機，遊咗龍灣。嗱，搭先走，甩咗先啦，又快，走。好嚟，去3打2。喂，天橋又話遲到，遲咗去邊啊？其實佢翻到香港嚟㗎。點解你話遲到嘅？10點㗎喎。我俾佢啊，你去。啊？特登嚟啊！貴啊嘛。我哋做中國做講講。啊，先。
係啊，點解話佢？